南胖国务中心率先拥抱周年庆大战，在这岁周年庆期间，在 A1、A2 两馆推出各项满额礼好康，不管是化妆品、服装、家电，或者是家具，国务中心全部拢有好康回馈，也则表示经过3冬外疫情，真感谢全体员工共同努力，顺利度过难关。过去3年呢，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共同经历了无数的一些挑战，那也一一克服了所有的难题难关，我们都顺利度过下来了。那在此我特别感谢南网国中心的所有同仁。热情奋力突破18亿，那我们推出了20%的一个回馈给我们的客户。那这部分是我们的全年那当然配合的一些农业家嘛，还有像活动的一些新加的规则像这活动内容非常丰富，写一些的一个无法一一成的一个配合。那我想今年当然是疫情过后，我相信对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，那对我们的都是意义都非常大。那希望说通过这次周年庆，让大家感受到企业大概有加3个新大的我们10月会出现，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使用会员卡或者是联名信用卡消费，就有独家优惠。而今年国务中心也甲电子支付平台 Line Pay 有经深度合作，除了现买现折扣，更有机会会当得到独家好礼，趁着疫情过后，过来消费广大市场。南胖期待推出予消费者上有感回馈，在整个周年期当期会当突破18亿相关的业绩目标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